戰國策，周忌封齊王納諫。周忌修8尺有餘，以形貌日麗。朝服衣冠，窺鏡，謂其妻曰：我屬與城北徐公美。其妻曰：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？城北徐公，齊國之美麗者也。忌不自信，而復問其妾曰：吾屬與徐公美？妾曰：徐公何能及君也？旦日，客從外來，與坐談，問之曰：吾與徐公孰美？客曰：徐公不若君之美也。明日，徐公來，孰視之，自以為不如。窺鏡而自是，又伐如遠甚，無寢而思之曰：吾妻之美我者，思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謂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於我也。於是入朝見威王曰：臣誠知不如徐公美。臣之妻思臣，臣之妾畏臣，臣之客欲有求於臣，皆宜美於徐公。今齊地方千里，百20城，公輔左右，莫不思王；朝廷之臣，莫不畏王；四境之內，莫不有求於王。由此觀之，王之弊甚矣。王曰：善。乃下令，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，受上賞；上書諫寡人者，受中賞；能謗議於市朝，聞寡人之議者，受下賞。令初夏，群臣進諫，門庭若市。數月之後，時時而諫盡。幾年之後，雖欲言，無可盡者。燕趙韓魏聞之，皆朝於齊。此所謂戰勝於朝廷。